跟住落嚟啦，我哋歡迎我哋下一個嘅團隊啦，嚟自日本嘅電影啊《夢遊納米比亞沙漠》㗎，我哋歡迎，歡迎晒，歡迎晒，歡迎晒 ，welcome，歡迎晒 ，welcome。咁啊都要趁呢個機會啦，問一問啦，我哋今日咧就有呢個最佳新導演提名嘅中山耀子小姐啦，同埋有最佳女主角提名同埋最佳造型設計頒獎嘉賓嘅韓有實小姐㗎。今日兩位咧係咪都非常之有信？係啦，應該就非常之精彩啊！跟住落嚟啦，嚟到我哋電影《長夜盡頭的微光》嘅團隊嚟自日本㗎，分別咧就有光石賢先生啦，就得到最佳男配角提名啦，同埋有 High Stack 有最佳原創音樂提名，同埋和田聖人先生最佳編劇提名啦。另外仲有三宅唱最佳編劇提名，同埋我哋嘅 producer 井上龍太先生嘅 Welcome everyone。Welcome everyone，welcome。好啦，同我哋講下咧，而家團隊嗰個士氣係咪非常之高昂啊？今緊張しますか？自信がありますか？因為真正見做話啊，子健係啊，即係做導演咧，即係如果我哋演員一定聽晒佢話，又靚仔。如果唔靚仔你就唔聽話啦，係咪啊？嚇到我卡都跌埋。唔係，靚女我更聽話嘅，其實我澄清翻。係啦，跟住落嚟咧，下一個嘅電影團隊啦，咁就係嚟自電影《蝴蝶別哭》嘅團隊啊，分別就有嚟自越南啦、新加坡同埋印尼㗎。Welcome everyone for joining us。孔斯先生啊，同時咧亦都係最佳男主角嘅頒獎嘉賓㗎，我哋掌聲歡迎我哋嘅役所廣司先生，哇！歡迎晒，好開心啦，可以見到佢啦，亦都係咧我哋日本電影界嘅一位殿堂級嘅影帝人啦。Hello，good to see you again，good to see you again。首先咧，我哋咧都想趁呢個機會啦，就問一問啊役所廣司先生啦，今次咧得到呢個嘅終身成就獎呢個獎項啦，心情會唔會好激動？いや、ゆったりしてないんで、やっぱりこれまで歴代の受賞者の方々。哇！呢個仲靚仔，好啦，佢咪一樣咁靚仔，下面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歡迎咧我哋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嘅大使咧，就係滕江年先生㗎，我哋熱烈嘅掌聲歡迎滕江年先生。Welcome for joining us today。都想請我哋嘅輝朋友咧一齊嚟到啦，咁啊問一問啦，今次咧即係擔任呢個嘅亞洲電影大獎嘅大使啦，嗰個心情感想係點樣咧？哇，太熱鬧了！我剛才聽不到。